大家曾經有冇試過個會計師通知你話俾你聽，你下個月甚至乎下個禮拜你要交一大筆稅款，令到你自己失去預算呢？而呢個情景係咪有似曾相識啊？我有兩個建議俾大家可以掌握翻自己嘅財政。第一，其實你係可以開兩個銀行戶口，一個咧就係你日常嘅資金用途，可以攞嚟出糧啦、交租啦、交水電煤啦。而另外一個戶口咧就係當每次客戶俾錢你嘅時候，你就預留一筆嘅錢攞嚟交稅嘅。假設個會計師話俾你聽，嗰張稅單係比你預期中少嘅話，多出嚟嗰部分咪可以轉翻去個日常戶口作為你嘅資金用途咯。第二個方法就係提早交稅啦。提早交稅咁傻仔，其實一啲都唔傻㗎。按照現時2024年10月拍片嘅時候啦，稅務局係會俾翻4厘利息你，而呢個利息係可以攞嚟 offset 你下一張稅單，變相嚟講咪即係交少咗稅咯。仲將所有嘅錢撈埋喺同一個戶口度，話俾我知你而家想用邊一個方法會更合適你啊！拜拜。